咱来请祈祷。基本上，阮感谢你，即个7月头一个礼拜日，阮伫欢喜庆祝阮即个国家加拿大。阮感谢你，引带阮，互阮有好运伫即个国家徛起。阮用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而且水的风景、好的天气，自由会当敬拜你，主，阮感谢你。阮今仔日要三角看阮主耶稣所举的譬喻，恳求你通过阮的分享，我着保佑罪讲出你真理的话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耶稣吼，咱若读圣经咯，你着知影，四福音段你着知影，耶稣真老讲故事，伊讲真侪譬喻吼。对即礼拜开始吼，我的讲道大概拢要伫马太13章，伫马太13章内底吼，有7个譬喻，耶稣拢讲7个譬喻，甲天国有关的。上帝国的譬喻，吼，伫马太福音的内底吼，耶稣讲，毋若即7个尔，其他第20章有一个，22章嘛有一个，25章有3个，所以马太福音关系上帝国的譬喻足侪。咱拄仔有读迄个第35节吼，讲耶稣用譬喻吼，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。我要开喙讲譬喻，讲创世以来阮捌的代志。即句话是对诗篇78篇第2节，做诗的人讲上帝讲的，我要用譬喻教示人。所以耶稣吼。犹太人的律比，因常常用故事、用譬喻咧教示人。什么是譬喻？譬喻是吼上简单的讲法啦。我看到一个注解写真简单吼，英语伊讲吼，这是吼 a simple story to illustrate a moral or spiritual lesson。伊讲真简单的一句话，是一个故事来解说真好了解的代志，是用真简单的故事来互咱看真理，迄就是譬喻的吼。我拄仔有讲耶稣伫遮吼有遮尔济个譬喻，伊伫即个第13章吼，拢总有7个。我即礼拜讲即2个，后礼拜逐个。我即个月差不多一个月吼，我的讲道的主题拢，咱要安怎听遮耶稣的譬喻，咱来三角看耶稣遮个譬喻，安尼有系统。我实在甲你讲吼，我感觉阮做牧师咧要讲道吼，实在有时啊，毋知要讲啥，恁知影无？即我想着阮囝吼，我带2个囝的时候，我来煮互因食吼。会要煮较简单嘞，逐日要煮啥，我头壳真疼嘞。你肉较煮嘛，鸡肉、牛肉、甲猪肉，你要安怎煮？我才知影，讲道嘛安尼嘞，有时要讲啥，所以我到尾就想，我规气来找一个圣经，但安尼拢总来讲，规个月拢来讲耶稣的譬喻吼，安尼上简单。所以我耶稣。伫遮讲7个譬喻，我就讲13章内底有7个譬喻。总是吼，内底有2个一个咱足熟的譬喻，亚正的譬喻，迄个咱大家拢知影。亚正的譬喻吼，伊家己耶稣讲了，伊有解说，伊有讲7个是啥物意思。佫一个是马仔甲皮仔的譬喻，马仔甲杂草的譬喻。迄个譬喻耶稣原来有讲有说明啦，有说明。学生有甲问，伊有说明。即2个有说明的譬喻吼，上尾伊拢讲一句话，有耳孔通听的就听，
敢若即两个有讲有迄句话尔，有耳孔通听的就听，剩的拢无。啊，我今仔日吼，即个题目就是耶稣叫咱讲有耳孔通听的就听，啊，伊讲遮是比如，咱要安怎听？咱要安怎听？咱今仔日读即个，所以我大概甲恁讲，即个月我的讲道大概是拢伫即个方向吼。那咱今仔日读即两节圣经吼，伫3节的内底，耶稣讲两个比喻。啊，性质是真共款，性质真共款。有一个人伫一个园内发现一个宝贝，啊，伊吼拢无甲人讲，伊去卖伊所有的来买迄块园，所以会当摕迄个宝贝。哦，啊，佫一个是有一个人伫找水的珍珠，伊咧找珍珠。啊，直直找一个，要爱一粒足水的珍珠，有一日去互找着，共款，伊去卖伊所有的，啊，摕来买迄粒珍珠，吼、这是这是，迄个我拄仔讲性质真相款，性质真相款。啊，耶稣我拄有讲，耶稣伫譬如的中间就讲，有耳孔通听的就听。你对即个比喻真简单，3节两个比喻，咱要安怎听？咱要用啊！我今仔日要讲的吼，一部分是，敢若是我即个讲道的series的一个导论啦，引言安尼啦。咱来想到想，咱会当安怎听耶稣的比喻？你要用什么耳孔来听耶稣的比喻？头一个我想哦。咱听耶稣的譬喻，会当听人咧讲故安尼啦。咱逐个真爱听故事，咱逐个真爱听故，毋是囡仔爱呢，大人嘛爱，大人真爱听故事。我咧讲道，我定定吼，去别个所在教会，啊拄着我，有人讲，哦张老师，我会记你迄阵仔来阮遮讲道吼，啊即马讲我讲的笑话啦，甲我讲的故事，我讲啥因拢袂记的，敢若迄个故事因会记。会真正是安尼。真正是安尼，咱听耶稣的比喻吼，你会使敢若听故事。总是老实讲吼，耶稣即两个比喻吼，老实讲，伤短啦，3节内底讲两个吼。毋过我听到即个故事的时，我想到啥呢？我想到真济咱细汉的是连环图吼。你捌看到人去找宝藏，所罗门宝藏，你知捌看到电影无？啊，搁啥物金银岛吼，金银岛吼，啊，搁有啥基督山恩仇记啊，迄款的吼，迄我细汉的时拢看吼，啊，拢做故事真好听啊，听。总是老实讲，我若问你讲，迄金银岛的故事，你听过？你即摆会记袂？啊，大概我真正想袂起来咧。啊，基督山恩仇记我会记的啦，因为我会记哦，我读初中的时候，迄本小说这大本哦，我真正去读吼，啊，拢当时咧读啊，拢老师咧上课上到无趣味的时候，我伫后下骹叫，啊，定定去互老师修理，我咧看别人看小说，所以我会记的迄本册，那时候听故事吼，咱听咧连面就袂记。你从耶稣的教示。准听故事安尼听，搁一项我拄仔袂甲你讲，耶稣伫马太福音内底讲真济天国的代志，上帝国。耶稣毋捌甲咱讲啥物是上帝国，定义伊毋捌讲。伊的譬如开始吼，拢总讲天国亲像啥，天国亲像啥，所以迄是譬如啦。真济空间，你会当去解说，会当去想。所以吼，我即讲咱要用啥物耳孔来听？头一个用听故事的迄个来听，啊故事听趣味，有时会记，有时袂记的。哦，故事甲我有啥物关系？无咧。迄
迄什物金银岛、什物所罗门宝山，甲我哪有啥物关系？好听难听，这是一款听法咯。这是对耶稣的譬如，你会使安尼听啦。真侪人嘛有影是安尼听啦。搁一个吼，我想咱会当用道德的耳孔来听。有真侪人吼，若听到什物个因咧配嘛，伫遐有时啊是敢若鸡卵内底咧碎骨头安尼吼，就讲哦，这安尼无效，安怎？我咧讲，即两个故事吼，咱会当来甲用道德来甲批判吼。咱马上会使想讲哦，即个人伊伫别人的园的内底发现到一个宝贝宝藏，吼，伊知影，伊去买迄块土地起来，伊无甲迄个主人讲你下骹有宝藏哦，无讲哦，这道德上会过也袂过哦。搁一项，我要甲恁讲，我即个头壳拢有白想，我想啥呢？咱别人的园的内底有家己土口有宝贝，你太知了。你捌想安尼无？要说即个比如，你若真正要批判伊啥，你哪会知影别人领导的土口有代啥？这真是，我较顶仔再甲恁讲，伊是安怎知？我较顶仔再甲恁讲。伊吼知影了后，无甲迄个主人讲你下骹有好物件，无，伊藏起来。耶稣讲伊藏起来哦。无共讲，这安尼道德上讲袂过。伊买迄个土地，伊所付的代价一定是比宝藏较少。伊用算的好，伊毋才要买，敢是安尼？安尼吼，你家想起来，这道德上敢讲会过？我会记得几啊年前吼，我伫电视，伫美国电视看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吼。去科罗拉多佚佗，伊迄个石头吼，伊伫迄个 TV 的节目咧讲伊食石头，足值钱的，讲是世界无几粒足值钱的。人家问讲你这去倒买，伊讲我著去科罗拉多佚佗，讲有一个原住民伫遐，因伫遐咧卖石头啦。伊捌石头，伊看迄个石头，知影即个石头毋是普通的石头。伊问迄个原住民讲：你偌济要买？伊讲我毋知啊，这石头尔，你偌济要买？伊讲我2、5箍甲你买，伊2、5箍好，卖你哦。迄个原住民种欢喜2、5箍，伊转去吼去开迄粒石头了，迄粒石头是足值钱的石头，卖人毋知，伊知影伊无讲，甲即个人同款。因为咱会当用道德的。目睭甲判断，你这安尼毋对啦。伊去卖伊所有的，去买迄块园。我相信伊所有的买迄块园的钱差不多若含遐算落，一定伊会趁钱啦。搁一个人，伊咧找珍珠，找到珍珠了后，伊嘛去卖伊所有的，去买迄粒珍珠。因为咱有一句话讲吼。你的鸭卵毋通拢囥伫一个，你的卵毋通拢囥伫一个篮底，迄篮若摔落去就是拢去啊。咱若用现代话来讲，即个人真好当的，你将恁兜的物件拢财产卖去买共一间公司的股票，你这就是共款，敢毋是？你是有影无影？你是安怎才有信心？咱会当用道德的判断来。总是我相信耶稣讲即个譬如，毋是要互咱听这个。搁一个吼，阮做牧师的吼，所以都爱用神学，用神学的目睭来甲批判。神学的反省真有需要。总是我甲恁讲吼，神学有时仔互人头壳足疼的，你知无？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吼，啥物代志拢讲，恁都爱用神学的眼光去甲批判看卖。阮迄班的吼，逐个即句话变做咧开玩笑的话。阮迄班我会记得，阮迄班有一个安尼吼，甲女朋友咧袂好势吼。阮讲兄弟，
用神学的眼光去甲批判看卖。迄拢假讲的啦，迄变做阮咧讲笑的。即个故事会当用神学的批判的，我批判互恁看。去卖一切所有的，去买迄句园，去卖一切所有，买迄粒珍珠。耶稣讲，天国亲像迄个宝贝，亲像迄个珍珠。所以神学上来讲，迄是上帝国吼。耶稣就是讲上帝国，上帝国会当用买的哦，上帝国会当用买的。我这神学会甲咱圣经内底教的神的称义，这都拢无共款。路顶马顶讲就是袂使买遐侪悬啊，你就是袂使买，即个明明用买的，敢是？这吼，耶稣即个比如，若用神学来看有问题咧，因为我想这耶稣设即两个比如，毋是要互咱安尼对啊用即个眼光来看，有其他的方法看。伊叫咱有耳孔通听，咱要用什么耳孔来听？我即个月讲到我咧讲耶稣的比喻我要甲恁分享我的看法。我经过祈祷，经过想过，写出来讲到，这是我甲恁分享，我安尼听，恁无一定拢爱照我安尼听，毋通互我甲恁限制。假使今仔日讲到了，你转去想想着，你若有我讲的以外其他的看法，甲我讲袂要紧，咱来讨论。安尼吼，无得较，咱逐个拢会较会进步，敢是吼？所以我要甲恁分享，我读这两个比喻吼，我所得到上帝的话启示哦。伫这两个比喻内底，拢有出现一句话。去卖一切所有的，来买迄块园，来买迄粒珍珠。要得到迄个宝贝，要得到上帝国，去卖一切所有的。我头一个反应是问我家己，我做一个牧师，上帝国对我的价值到啥物程度？我会当会亲像这两个，要得到上帝国，卖我所有的，放杀我所有的，为着安尼来做。我知影这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。咱做基督徒，咱拢知影耶稣的要求。耶稣讲：你若无看无家己，无掠家己的十字架。袂当对我，听起来要求真严，总是这事实是的要求，你知？咱的信仰的前辈，真侪人真正安尼呢。保罗伊讲：我掠得着耶稣基督做底套，我看万年拢做粪扫。伊真正安尼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也是德国一个神学家。Dietrich Bonhoeffer， 伊伫伊的著作的内底写讲，伊的感受，伊讲，当耶稣调咱对伊的时，伊是调咱去死。伊讲甲遮尔严，伊到尾啊家己为着福音牺牲性命。咱的前辈有人安尼做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即款话吼。阮做牧师伫台仔顶咧讲真简单啦，真简单啦。我嘛真简单会当叫讲，恁着爱安尼啦。拄着我家己的时吼，我搁迄就是考验伫遐咧。我想哦，咱大概无迄个感谢上帝，咱毋免有迄个状况。互咱拄着讲，拢都要用咱的性命为着福音去牺牲。咱感谢上帝，伊无甲咱无互咱无需要到安尼，咱会当感谢。
总是伫咱日常生活内底，咱会当反省的时候，你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敬拜上帝，这个代志是看伫你的社交、你的生活中间的一项啊定，还是有迄个比这个较要紧。我甲你讲，我一个经验吼，我为着安尼吼，有人无来做礼拜，我迄阵伫牧会是还佫少年的时候，有一日一个会友吼，无礼拜日无来做礼拜啊，我伫路拄着伊啦，我也无问啊，伊就甲我讲，伊甲我讲，我即个顶礼拜无去做礼拜吼，因为吼，我拄仔要出门的时候，我朋友来啦，我无去啊。我迄阵啊做牧师做无久吼，青面牛毋惊穿吼，话后白讲，我甲问讲，吼安尼哦，我甲讲，恁朋友敢毋知影你迄个时间就爱来做礼拜？伊讲应该知吧，因知影我是基督徒。我讲，伊迄个时间来找你，你哪会互我说个招来做礼拜？伊讲，我着歹势。我讲，我要安尼就是伊知影。伊若你出去礼拜以前来，你就袂去做礼拜啊。好，伊听一个受气，你知道？对迄阵伊总无来做礼拜呢。我了一个回友去，所以恁即摆若甲我讲恁无来做礼拜，我袂甲恁问原因，恁兜的代志。我甲你讲，实在讲，咱的敬拜是看做一条件，也是看做干那咱日常生活咱的社交的一部分。若有时间的冲突，也是啥物代志，头一个牺牲的是做礼拜的时间。那安尼咱就爱反省啊，敢毋是？我伫遮拢总毋是伫责备啥。耶稣讲，迄个人去找一粒珍珠，迄粒珍珠伊找到要是找着，伊去卖所有来买。敬拜也是讲服侍，是你有一盘珍珠破链内底的一粒珍珠若定，也是真正迄粒遐水的珍珠。我真正用安尼问我家己，我若用即个机会，互咱反省咱每一个人。搁一项我伫听，即个找着宝贝的人吼，耶稣讲吼，伊就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，欢喜。英语的圣经吼 ，in his joy， 伊去卖伊所有的，伊欢喜，伊看到迄个宝藏的是，伊足欢喜。迄个欢喜毋是 happy， 是 joy。咱圣经拢讲做喜乐、喜乐，喜乐甲快乐无共款。快乐是咱受外界影响会快乐袂快乐，喜乐是吼，伫十字架的下骹，还佫会当讲，伫要互顶十字架前啊，还佫会讲，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。会当讲，恁着踮伫我，住伫监狱内底，会当甲监狱内外口的人讲，恁着踮伫主内欢喜，迄款的欢喜啦 ，joy。英语的圣经是 in his joy， 看到迄个宝藏，伊迄个欢喜是 joy， 毋是 happy。找到迄粒珍珠嘛是，伊找真久才去找着。迄是非常欢喜，你找到上帝国，找到真理是 joy， 毋是干那 happy 那点。C.S. Lewis 吼，伊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，经过真久的迄个伊的追求了后，伊决定要做基督徒，伊写真侪册。伊写头一本册做基督徒了，写头一本册，叫做《Surprised by Joy》。伊讲我互迄个喜乐吼，安尼足感激 ，surprise， 你 surprise 是惊着，
我互迄个喜乐惊着，伊无讲 happy 呢，伊讲 he's surprised by joy， 对上帝来的快乐。我伫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机会去听到一条歌，我足爱。即摆咱的圣诗哦，692首内底，新的圣诗692首内底，我有做出来吼。我今仔日要唱歌互恁听，恁较吞润的吼。OK， 你拜托你做来吼。或者 Joy is like the rain 吼，或迄英语的名做 Joy is like the rain。我第一节只我小甲咱说明一下吼。第一节第迄咯笑第迄个吼 ，Joy is like the rain， 遐有一个叫做吼，笑容有时转艰苦，即句吼，即句我爱甲恁解说一下。即句的翻译有小可问题，我毋是要甲人要直接批评人，我啥人安尼我毋知。迄是 PANE 吼 ，pain 吼 ，pain 艰苦是 pain，PAIN 啦，吼 ，PANE 吼 ，PANE 是窗仔门，窗仔的门，迄个窗仔门，迄个玻璃叫做 pain 吼。即句这是一个收录写的，真简单。Joy is like that， 喜乐亲像雨。伊讲吼，我看到雨吼滴伫我的门窗，迄个喜乐是亲像雨。Laughter runs across my pain， 雨去拍到迄个窗仔门的时候，伊讲迄就是敢若笑啦 ，laughter。上帝的笑就拍到我的窗仔门嘛吼。Slips away and comes again。你水拍到窗仔门了，水会流走嘛？毋过雨继续来，伊是讲迄个意思啦。即个翻译的人，老实讲，迄个片吼，若要翻做台湾话，即句真歹翻啦，真无好翻。所以伊翻做笑容有时转艰苦，迄个片若是 PAIN 的，是艰苦有毋对啦。总之，我直接是要甲咱讲，即个收录所写的诗吼。因为我甲你讲，我安怎对即字特别注意。我吼，迄阵啊英语还阁毋是真好，PAN 我毋 PANE 我毋知影啥物意思。我有去编字典，所以我看着安尼时，我足欣赏讲，哦，伊哪会晓写甲遮尔好？伊的福咧落雨吼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 joy 亲像雨，弄着我的窗仔门，弄着了。迄水念伊就无去，毋过雨过来，迄个 joy 袂停，足水的写法哦，真简单啦吼。我即摆用英语唱互恁听，因为我听英语哦，即摆叫我讲台湾话，我目睭嘛开去，我用英语唱互恁听。恁吼，若到我唱到第2节、第3节调来晓，恁若要做伙唱哦，恁唱台湾话嘛无要紧，唱英语嘛无要紧 ，OK？咱来试一下。I saw raindrops on my window. Joy is like the rain. Laughter runs across my pane, slips away and comes again. Joy is like the rain. I saw clouds upon a mountain. Joy is like a cloud, sometimes silver, sometimes gray, always sun not far away. Joy is like a cloud. I saw Christ in wind and thunder. Joy is tried by storm. Christ asleep within my boat, whipped by wind yet still afloat. Joy
is tried by storm. I saw raindrops on my river. Joy is like the rain. Bit by bit the river grows, till all at once it overflows. Joy is like the rain. 有水无？我知影毋是咧拍鼓，我唱歌啦。我即个爱音仔声吼，我甲你讲，我看到即个诗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感动，搁讲3点钟都无在调唱伊即首诗遮尔简单。什么是基督徒的种的？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。我毋茫即首诗。我本来要经即首诗啦，我想讲，这大概咱真侪人毋捌听即首诗，真水的诗。后摆吼，咱有机会，咱教会来用即首诗来做咱的礼拜时的诗来唱看卖吼，真水。咱会使唱台语落啦吼。OK， 我讲到这过去吼，我要讲吼，伫即两个人，一个去掘着迄个宝贝，啊一个去买着珍珠，即两个人，我拄仔讲性质真共款，总是因有无共款的所在，无共款的所在。我即摆要搬仔要甲来看咧，因无共款的所在。第一个比喻吼，你若注意读吼，啊咱用一寡想象力啦，我拄仔有讲吼，迄宝藏伫别人的园的内底，你才会知。我偷乌白想，我就想讲。我假设安尼啦吼，恁有同意无同意拢袂要紧啦，吼。我咧假设讲，即个人有可能是互人请伫遐咧做园的人，啊做园哦，伊爱乌土，伊爱泥土，因为乌土甲泥土吼是真无聊的代志，敢毋是？你若着爱靠迄食饭吼，真无聊。为着生活吼，啊你来拼，啊定了着，真无聊。咱毋知伊犁偌久，咱毋知伊挖土挖偌久。有一日，伊咧工作的时，去弄着一个安尼，咧犁田也好，去弄着一个定的物件，伊定想讲敢若是石头，伊开始挖，结果是一个铁箱啊，伊甲掀起来看。内底拢是宝贝，伊耶稣讲伊甲藏起来，我藏起来，拢无共讲。你若要用道德来批评迄利益的代志，不管啦，耶稣就安尼讲，伊就藏起来，拢无共讲。总是伊想办法，我要得到一口饭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买。即个若是我的，是内底就拢我的啊。所以伊卖伊所有的去买，这是我的想象啦。因为其他无可能嘛，恁兜的后壁园仔土口大啥，我要哪会知？即个人有可能伊捌听着战时中有人摕宝贝去藏，伊无想到讲伊会去挖着即个物件。迄时伊真好运啊，伊去挖着这个，因为即个人无咧找宝贝哦，真好运。因为圣经的内底拢无讲运气的代志，圣经内底的好物拢对上帝来。伊迄日咧犁田真无聊的代志，上帝互伊碰着迄个定的物件，运电以外无法度解说。啊！伊将迄稳定扛起来，迄后摆我即摆今仔日无要阁讲这，因为我要讲的是吼，伫咱做基督徒的生活吼，你逐日咧读圣经、祈祷，虽然叫你落来灵修啊，你有时会感觉啊，我是咧创啥个？逐礼拜来礼拜，你会感觉，像一个人咧犁田嘛，你无做就袂使，一定爱安尼，啊，我着安尼做，无聊。例如，
唔通评断。上帝唔知当时要叫你找到宝藏，无人知。上帝恩典，这是迄个找到宝藏人，伊无咧找哦，伊无咧找。上帝赏赐伊迄个机会。搁一个第二个比喻完全无相关。即个人哦，甲即个头一个比喻无共款。伊不是咧找珍珠，伊要找迄粒上水的珍珠。迄日互找着，伊看到迄粒珍珠，伊要爱，买啊，真贵，伊卖伊所有的，买迄粒珍珠。要买迄粒珍珠，爱决心家己。迄粒珍珠爱决心咧。我像我拄仔所讲，财产拢袂买咧吼，去买共一间公司的股票，你上好是，甲恁某参详啊，甲恁翁参详，你毋通家己去做迄个代志，敢毋是？爱决心咧，迄个决心无简单，你知影无？因为咱伫追求咱的信仰的中间哦，咱毋通干那遮拿一个，遐拿一个，遐拿一个。有迄个基督徒吼，一生干那咧 shopping 尔呢。即教会一间换过一间，即个牧师安尼袂使，即个牧师安尼袂使，伊安直直换直直换直直换，有迄个人呢。啊嘛，迄个一日讲讲，伊咧研究，伊对信仰真有迄个，伊啊这也读迄也读，伊读到尾知影真侪代志，总是伊无一个决定讲，我要信一个。珍珠看真济啦，煞毋知影倒一个才有价值。因为这是真可惜的代志。即个人，伊有咧找珍珠，伊到真正找着时，伊下决心，我要带一粒珍珠，伊卖伊所有的去买迄粒珍珠。这是我看。这两个比喻，今仔日甲咱分享，这是我的耳孔听到的，你的耳孔听到啥？耶稣讲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听。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阮通过阮主耶稣的比喻，虽讲真短真简单，还佫阮会当得到足侪的启示。愿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互阮无掠做已经得到，亲像保罗所插的标来走。逐日的生活有时真无聊，阮恳求你，互阮无放杀阮的追求，也恳求你，互阮找着你，找着上帝国的时，阮会欢喜，牺牲一切来跟对你。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个时间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